西厢是法意。各位相国夫人，为了废我的门风家布，废我的自家夫人的正义，不得不靠当红娘。这是西衙的，为不与我跪下。是不，跟他讲不住，这下句话来，立口击罪非啊，夫人，衙内差在哪里？你未给强追，怎给强追？既说不是强追，为何要听上我夫人？不是听庄家啊，夫人，我今日不知罪在哪里，差在何处？衙内是你闯下了拍天大祸，为不举罪？西衙内是。灵儿兵沟口没事一个狗女，我弄来收留我来，因为你面孔上的灯样自然没外刚，所以呢，我讲你去服侍我人，你要晓得，除脱服侍之外，你为责任啦，我命你。应记受许，你自信。相国夫人说得出这个四个字，真是不得这个轻重。啥叫应记受许？我现在我讲说是该是引导而是相国千金到我的来该是啊！难道各位一人三条挖得十个月呢？不，这句我从别扒了红娘身上，我一句说，这上面的框框已经太大的红娘身上相在。那几年好做非一回把下罪夫人，红颜后人应予下罪哟，这是可以，是不许插嘴。是，我问夫人说得清楚是。没听说了，黑娃，我问你，小姐的属意怎样是？我弄了你老乡，干子呢？我的事干，肯定那忽悠的嘴，把老师打死他个了。再问你，真比是心是哪个心？这风水上你想的呀？我那这个人是西厢司法的证据哎，我哪劳烦你？夫人呐，夫人是小姐之母，小姐是夫人之女，
夫人家家生意，县级洁身自好，红娘怎给是为县级之亲人？夫人可出此意，岂不是？哦哟，这个小舅的结棍啊！你看我在那个证据归了啦，你咋多多定定，开口不娘，31两女啊！非得弄我夫人的纸封他，外家他小家开他人民嫁他一人，自家下他几个，这张纸还要理呀？哼，理灵儿呀，理此替身须。那中儿去一步思下泪，中去压力，那啥让我气干？你送说是来，我送苦悲。心里好啊！你这个，你当心手痛个水哟！像我一生以来从来没分辈子当工人，今朝我实在心下很推气节，那个证明我这个当子实在凶不够。哼！今朝我要打死你这个不许家规的西丫的！要奉劝你饶了我吧！我问你，是中去一步。你到花园中去过吗？去过的。去走什么街啊？夫人呐，书房中车，一再是。红娘后怎把七金玉凤贵凤马女啊，开这个人说的好听，还能不得嘎？我也拉了，哼，我分你。李小姐中去一步到花园中做什么？我到沟儿去的啊！你到沟儿去的？哼，为呀了，你为呀地来，明明小姐东大花园。夫人，请你开个门，还是来请我进口去开。哎呦，等等我听之中啊。上以一计4人，2分4虚。好，我问你，既然小姐沐浴到花园中，那这盘水盆怎样会得落在花季之上的呀？哎呀，我不打我水盆心不绕，我来你到我变成在那什么家庭吧？啊，夫人，这是红娘说了的。明明小姐知道怎样你说了的呀？小姐送与丫头的呀。送不来个，送不过了我得他的呀。既然送与你，怎样会得失落在花园之中啊？今日大清早起，小姐命我在花园中去采桂花，我收了的。是，今朝是送杨红来桂花。哎呀，我是错在，我有想桂花来咱家他在菊花粉饰这样为呀了。你所在地来我需要吧？
夫人不要打，让我讲了。都是讲了，非正我要我打死你这死丫头！红娘对政夫人口口嘿，非我不舍，你叫我舍，我说出来那边啊了，我给我一抬一抬在都这么嘿。哎，夫人呐，你讲啊。现在是这里推船上台戏，这一天心都当头，是徒相随泪泪。我是他写字，你后日伤心对对的，写字是定真事一见知，是的。谁呀？这比我更得。谁呀？狗狗，狗狗谁呀？张生，对面我的。张什么张生之外，我要狗狗，我怎么能个声音形容写的？唉，能嘛发展起，说下去。啊，夫人啊，写这是。只想可得水里洗，他病倒在十万，一水是人回，又到西厢去分病。唉，人啊人啊，你病得那个快哦！这张生生病嘛，怪得你啥天？要你去忙病啊？你不想想，你想过千金呀？望空屋的才女，平常你叫我守得顾家，你那还为得吃个种事情？唉，不行啊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现在是明一步动言去，利弊怎样？若是知命那位在跟下泪。你是有规矩的，你何不走当啊？哎，求他这人哦，夫人啊，像他们是兄妹之人，离单去。哥哥得了病，妹妹去分离，但是实情人是理不放，女不如家是对对。呀呀的，懂得是什么？阿哥生病嘛，妹子去忙病嘛，理所当然啊。男女与归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反悔了么？反悔什么啊？岂非情义战公子？明明写字的当里是君子。
是人我报德之人是李满醉。上一次你听张生吃醉干的谢条去敬罪，你是想过人家知恩报德，理所当然去呢？哦，你听醉干的侬去敬罪，哦，现在阿哥上边妹妹去忙里，就不看李满才。应当去，你懂的啥？这个辰光叫你各个为这老婚呀，现在婚啊老他怎么兄妹关系当然不人在这，懂得些什么？吃下去。夫人呐。跟着娘起针东营走，不下了规律，下月中在花间，他们满斗是为斗，心扎在恶中斗。早今人如为在中愁，谋了你夫人与模样啊。上你也不里头谋去噶？现在那妇人谋头，我也谋头呀。哦，你说来这要定噶？来这要还怎么？这要早就约定啊！哎呀，夫人，你反为了么？反为什么？但是御禀夫人明小姐开张药方而已的是吧？有个是我毛病就吃了个张药方了。哦，这药方最大是相去，就是恶劣的情事，有几样的多，乃是周日相思一天好谈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还聪明哦！我哟，能啊，你咋说你聪明的很啊？我赶你开张房子呀，上你那下进士啊，你下进士的谁都是你革命，三个比媳妇眼睛上两部金币啊！哎呀，家门不严啊！夫人呐，他们生要完婚于下路上灯，你后必知众口贼句，他们兄妹相逢受礼，非一步都如约，张生死很能三夫人恩必须，和你来婚姻能多的莫来是可以。张生所说，这夫人枉为一品王凤，风格夫人真主反恩夫疑心，以及夫来个婚姻，万苦啊万苦！是何你？张生是的呀，张生刚干，哼，你当我听不出干？假如张生个口气，你那发现的自家头比那个语气哇，听那个语气没听上，那是一种比个语气啦，旁敲直击，你当我听不出啊？哼！我夫人，后手来婚是不许杀，是不许杀，晓得讲下去，
讲什么啊？西厢之事，哟，红娘不该讲的呀。为什么？我方才是一句妇人离婚，女妇人何日我不许说？呀，西厢之事都是妇人离婚所起，离婚嘛又是不许我说，西厢之事嘛又是要我说，叫我是容身你那个老婚去怎么问到我难话法呢？这个小舅的爹到锅里想的了啊！我可能在讲爹，我其实关是人家做我的了误解，哎，我实在劝不住，那哪办法？西厢去，我不要参加的吧，因为日本西厢记在那里头比例，没办法。我夫人叫你讲，你尽讲，不妨是都是夫人。说下去。啊！哎呀，做什么？哎呀，我反悔了。我讲到哪里？夫人，你记得吗？我们还一起沟通好事，本来一大头我才忘记他。我讲到老大了。谁丫的？忘记什么来这个多？忘记他的介绍。你讲到哪里嘛？我夫人离婚。夫人离婚，夫人离婚，夫人离婚。哎呀，夫人离婚。这个小舅的吊住错卡，我实质上离婚，你可以啊？哎呀，夫人来换，他怕谁当三个人干唱，你讲那个那一直不许我说老婚，我偏偏要你亲口之力讲老婚。啊，夫人，张生说，张生说，夫你离你听口说，天地公文德，无杀一地斗，才长的音若是揭露，谁？红娘讲之为讲，你老婚呀，你的红娘之里讲，你亲口手续之婚啊，天地公文，菩萨的地对的，你老不走。不料你自己设下牢笼计，兄妹相称，该等斗，岂不是一样好事见别人？谁？小姐后被人类吞生吃，说你娘亲做事不来，狗儿我亲嘴是下来分平恩。他们尽无疑，两相对啊！夫人，这说的多讲的哪几句呀？怎样？这正是我红娘，你西人。之归人，讲个委屈呀！哎呀，老好听这个我要啷个出来的？啊，你好这个，现在我个男在那来说那根本你要负责保护，那好追你？哎呀，你追不得的呀！啊，夫人呐，他们也路追半路等在那里咨询你。哎呀，他们既是人意我何必丫头谁人醉？小姐怎样？小姐，这落。哎呀，
呀，女儿家累不得的呀，姐姐累嘛丫头做不动之呀。他们打猎西厢，最棒对。还不做相关，大致西厢，还我是一口子煮鸡，我在吃饭门人一包。只听得他们关上了门儿，把手可绑过。哎呀，洗一送是你的家法呗，嘚儿啪踢啪。风外人，他是白子的。哎呀，那么哪办法呢？哪办法？听听我为。是，我弄了你老乡，干啥子呢？我的事干，肯定那火药的嘴不老是打死他个了。再问你，真比是心是哪个心？这风水上你下个？呀，我那这个人是西厢司法个证据哎，我哪劳烦你？哎，夫人呐，夫人是贤妻之母，贤妻是夫人之女，夫人家家生女，贤妻洁身自好，红娘怎该是为贤妻之亲人？夫人可出此意，岂不是？哦哟，这个小脚的结棍啊！西厢是法医，各位西洋国妇人，为了维护这个门风家补，维护的是个妇人的正义，不得不靠当红娘。这是西洋的，为不与我跪下。是不？跟他讲不住，这下句话来，立口鸡嘴飞。夫人，丫头差在哪里？你为给抢罪，怎给抢罪？既说不是抢罪，为何要听上我夫人？不是听讲呀，夫人，我今日不知罪在哪里。因我夫人心里你。谁与你一样人的小妓女？你思想样样不一个狗女，我弄来收留下来，因为你面孔上的灯样自然没外刚，所以呢，我跟你去服侍我女。哎，你要晓得。除他服侍之外，你为责任啦，我命你。因己受许，你自喜。你插在红吃肉，丫头，是你闯下了拍天大祸。为不记罪，西丫头。你是一双情，
定。这是杨国夫人说得出这个四个字，真是发得出轻重。啥叫引荐手续？我现在我讲说是该是引导啊，还是新杨国千金到我的来该是啊？哎，难道各位一人三条话得十个一年？不，这句我从别扒了红娘身上。我一句说，这神明的框框已经踏到了红娘身上相在。那几年好做非一回把下罪啊！夫人，红颜后人应予下罪哟，这是可是不许插嘴。我请夫人说得清楚是。没听说了，黑娃。我问你，下级的事宜。